看啊，我要行一件新事，這事現在就要發生，難道你們沒有察覺嗎？我要在曠野闢道路，在沙漠開江河。以賽亞書43章19節。低谷並唔係盡頭，而係神預備新開始嘅轉角位。當你將心事交託俾神嗰陣，就係踏上新事嘅起點。你係咪都經歷緊呢啲時刻，覺得自己被困住，揾唔到方向？生活就好似卡咗關咁，不斷原地踏步，好想行前一步，但又係咁受挫，孤單，好攰，失去熱情，甚至對禱告同信仰都變得陌生。其實嗰啲好難開口嘅心事，可能正正係神邀請你行近佢嘅開始。你的心事是神要成就的新事，係一份真實又溫柔嘅陪伴，陪你行出心入面嘅迷霧，重新認識神嘅心意。喺呢本書入面，廖文華牧師會好誠實咁分享佢生命入面嘅掙扎同突破，幫你由將心事同神講開始，聽見佢對你生命嘅溫柔心意，並踏出回應嘅一步。神冇忘記你，或者你仲流緊眼淚，但神嘅工作已經開始咗。只要你願意將心事交俾佢，佢就會親手成就你諗都冇諗過嘅新事。好多人見到嘅係正向樂觀嘅我，其實嗰啲都係行過低谷、掙扎同考驗累積翻嚟嘅。低谷中嘅掙扎，最終會帶領我哋進入生命嘅下一個層次。淚水同痛苦，亦都會為我哋開啟通往另一個境界嘅門。即使呢個世界遺忘咗你，但係耶穌仍深愛住你。